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一起正教。各位媽媽每日辛辛苦苦準備好一餐飯，諗住一家人開開心心坐低食飯，但係當小朋友埋位嗰一刻，飯台就好似變成戰場。你有冇見過呢個情景呢？有啲小朋友見到某啲食物就會皺晒眉，有啲一放入口就會作嘔，甚至未食已經話好驚。仲有一啲小朋友食飯嗰陣，好似凳上面有針吉咁，1分鐘都坐唔定㗎，不停起身、轉身、跳落地。好多家長都好自然會諗，佢係咪好曳啊？係咪專登唔合作㗎？我煮得咁辛苦，點解一啖都唔肯試？但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好多時候佢唔係曳，佢可能正正經歷緊一場我哋睇唔見嘅感官挑戰。對於好多 ASD、自閉症光譜孩子、高敏感嘅孩子，甚至乎有部分嘅 ADHD 嘅孩子嚟講，食飯唔單止係營養嘅問題，而係一個感官系統嘅大挑戰。今日我哋一齊學習一個重要嘅技巧，感官解碼。當我哋明白孩子背後嘅感受，先至有機會真正幫到佢。佢唔係曳，係感官超載。喺職業治療同埋感覺統合理論入邊，有一個重要嘅觀念，每個人接收感官信息嘅方式都唔同嘅。有啲小朋友對聲音特別敏感，有啲小朋友對於觸感特別敏感，而有啲小朋友對於食物嘅質地、味道、氣味特別敏感。我哋覺得好香嘅雞蛋、好滑嘅豆腐、好軟嘅香蕉，喺佢哋嘅感覺世界裏邊，可能完全唔係同一回事嚟㗎。有研究發現，感官敏感嘅孩子面對某啲食物嘅時候，大腦都會產生類似嘅危險警報反應，所以佢會作嘔，嘔返出嚟，推開碗碟。好多時並唔係佢揀嘢食，而係神經系統真係覺得呢樣嘢好危險啊！所以當你見到小朋友皺眉、僵硬、揞住個口，甚至乎開始焦慮，你就要知道佢未必係反抗你，佢可能真係正係處於感官超載。而研究指出，小朋友接受一種新嘅食物，往往都係需要接觸好多次，有陣時可能係10次、15次，甚至乎係更多。而呢個過程唔一定係由食開始，可能係由睇一睇、聞一聞、摸一摸、用條脷掂一掂，最後先至慢慢去到咬同埋吞。所以飯台上面其中一個重要嘅目標，唔係即刻食到，而係建立安全感。因為當大腦感到安全，先至有能力學習、接受新事物。另一方面，食飯坐唔定嘅孩子，亦未必一定係故意搞事㗎。部分嘅孩子嘅神經系統需要更加多嘅感官輸入去保持專注，所以佢會不停咁喐動，搖凳啦、踢腳啦、轉身、起身。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身體正喺度努力咁調節緊自己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唔係真係想喐，而係佢係需要喐。先調節，再進食。喺正向教養入面，我哋經常會講連結先於修正。喺飯台上邊，我更加想送俾大家句說話：安全感先於進食，連結先於營養。當孩子感到安全，大腦先至願意學習。喺呢度送俾大家第一個方法，建立感官安全感。你可以準備一個試食碗，將孩子未接受嘅食物先放喺側邊，
目標唔係要佢食，而係學習同呢樣食物共存。例如今日可以試下聞一聞，聽日試下摸一摸，下星期試下用舌頭去試一試個味道。每一步都係喺度進步當中。第二個方法，將目標拆細。預期我哋要求小朋友食晒成碗飯佢，不如改成我哋今日願意試一試。當孩子做到嘅時候，可以咁講：你願意試下，真係好有勇氣呀！你個腦仔都喺度學習緊認識新嘅食物喎。我哋嘅讚賞唔係結果，而係努力。第三個方法，食飯之前先去調節身體。好多職業治療師都會建議小朋友喺食飯之前做少少嘅重力工作，例如推牆、搬玩具、幫手搬凳、幫手擺餐具、收拾餐桌。呢啲活動都可以幫助神經系統穩定落嚟。家長可以話：你可唔可以幫媽咪手做一個餐廳嘅小幫手啊？幫我搬2張凳過嚟啦。好多孩子完成之後會更加願意坐低坐定定食飯。第四個方法，我哋允許佢有適量嘅喐動，可以使用感官嘅坐墊、腳踏板，或者喺腳凳嗰度綁一條橡筋帶，俾小朋友用腳輕輕咁踩踏。因為有陣時唔係要阻止佢喐，而係要幫佢用適當嘅方法去喐。記住，先調節再要求，先至可以幫到孩子嘅神經系統平靜。最後想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：孩子願意食飯，唔係因為被逼，而係因為感到安全。當我哋願意理解佢背後嘅感官需要，呢一張飯台就唔再係戰場，而係一個建立信任嘅地方。下一次食飯嘅時候，如果孩子又再拒絕某一種食物，試下唔好即刻催促。我哋可以試下講一句：我知道呢樣嘢對你嚟講係有啲困難，我會陪住你慢慢學。因為有陣時，孩子最需要嘅唔係再食多一啖飯，而係多一份理解感受。多謝你收聽今日嘅一起正教。如果今集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歡迎分享俾其他家長。記得訂閱，撳一撳個鐘仔。下一集我哋探討喺做功課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幫 ADHD 嘅孩子建立專注力呢？照顧好自己，先可以照顧好孩子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